拉芬不斷將電動牙刷改良，專業級數陣電動牙刷 Wave Pro 由此誕生。為咗將刷牙方式變得更科學，我哋利用伺服摩打技術，突破傳統設計限制，透過精細嘅算法控制，令刷頭實現60度掃震效果，提供強勁扭動力以及更廣嘅清潔面積。全新刷頭升級至40A 軟膠，更柔軟、精密整潔嘅刷頭結構設計，帶嚟更科學可靠嘅刷牙過程。新增牙縫刷模，深入清潔牙縫。Pro 系列提供3種刷毛軟硬度，精準匹配不同用戶需求。Wave Pro 可以實時感知刷牙力度，係保證清潔力，同時保護口腔健康。可以連接手機 App 查閱刷牙報告，更可隨時調整震動強度、掃動幅度及速度。全新無線磁吸充電設計，提供70日超長續航。充電過程安全快捷。Wave Pro 延續一體成型嘅無縫設計，從以前嘅 ABS 多色外殼，到如今全新嘅型格透明外殼，透視內部精密結構。輕輕一壓，自動開啟，向下倒置，自動清洗，隨手一放，自動保護。從手感到刷感，展現時尚及最強科技。拉芬全新專業級數陣電動牙刷 Wave Pro